大家好，我係 Aggie，一位 mixing engineer，目標係推廣 mixing 俾做緊音樂嘅你，希望令你嘅音樂變得更加專業。如果想了解更多 mixing 嘅知識，歡迎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啱啱接觸 mixing 嘅你，一定係用電腦入邊嘅插件，即係 plug-in 去做 mixing，例如 EQ、compressor、reverb 等等。有啲 plug-in 係由真實嘅機器演變成電子版，亦有啲係電子版原地出道成名。作為買家嘅你，應該點樣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嘅 plug-in 呢？今條片係呢個系列嘅第一條片，所以想由最簡單開始，介紹8個經常用到嘅 plug-in 大牌子同埋佢哋嘅特色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Universal Audio 簡稱 UAD， 佢最出名嘅係專業級 audio interface， 大部分嘅插件都係需要用佢哋嘅 DSP 去運行。簡單比喻就好似你想用 AirDrop 呢個功能，你就需要用蘋果公司嘅產品，例如 iPad 啊、iPhone 啊、MacBook 等等。UAD plug-in 一樣，如果你想用佢嘅 plug-in， 你就先買有 DSP 嘅產品。雖然佢哋有啲 plug-in 唔使用 DSP 都用到，但係咧暫時都係得好少。所以好多過咗新手階段嘅音樂人都會考慮買佢哋嘅 interface， 再用埋佢哋嘅 plug-in。UAD 專做經典嘅機器，例如 LA2A、1176、Pultec、EQ 等等。如果你中意 analog 嘅風格，UAD 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Waves Audio 或者簡稱 Waves 係一個性價比幾高嘅牌子。如果你 budget 有限，但又想有一套齊全嘅 plug-in，Waves 係一個幾好嘅選擇，減價時都幾抵買㗎。不過記住佢有 Waves Update Plan， 如果唔續，舊嘅 plug-in 可能兼容唔到新嘅 OS， 所以買嘅時候都要考慮埋呢一點。Fab Filter 靠嘅唔係模擬真機而出名，而係靠有一條超級乾淨又簡單易用嘅 EQ 出名。你可能會問咩係乾淨唔乾淨啊？以前嘅真機因為電腦系統同埋有時會用真空管去製造，令到每一部真機都有陣 vintage 味出嚟。而好多 plug-in 嘅牌子模擬真機就係想模擬翻呢隻 vintage 味出嚟啦。Fab Filter 啱啱做相反嘅嘢，佢會做一啲超級乾淨嘅 plug-in， 例如佢條 EQ Pro Q3， 你推8K Hertz， 佢就真係淨係俾8K Hertz 你，唔會多咗其他音色。所以如果做一啲音軌嘅調整，又唔想加咗其他音色嘅時候，用佢嘅 plug-in 係幾好用噶。有幾個真機牌子係揾 Softube 做代理出 plug-in， 例如 Tubesec、Chandler Limited 等等。如果你想用一啲傳統出名嘅機器，佢會有好多好好嘅選擇。雖然 Softube 減價嘅時候唔會減好多，但係真係好好聲嘅，值得投資。Isotube 嘅智能 mixing、mastering、reverb plug-in 同埋佢嘅音軌修復 RX 系列係特別出名同好用噶。如果你有需要由 mixing engineer 化身成 fixing engineer 嘅話咧，RX 系列絕對係一個好幫手。我對呢個牌子有好感，仲因為佢哋網站上邊嘅 Learn 部分入面有好多 mixing、mastering 等唔同題材嘅知識分享。雖然好多時都會 sell 佢哋嘅產品，但佢哋都好大方咁樣分享好多知識。有興趣嘅你可以上去睇下佢哋嘅文章。SSL 係著名英國高端音響品牌，佢哋最出名係 SL4000 呢部 console， 有好多唔同嘅 plug-in 品牌都爭住做呢部 console 嘅電子版本。喺2018年，佢哋終於推出咗自己研發嘅 plug-in。佢哋除咗出經典嘅 SL4000 plug-in 之外，仲有好多新嘅 plug-in， 例如之前大熱嘅 Fusion plug-in 版。拆件賣，原價就真係唔建議啦。減價時通常去到25至35美金，嗰陣時大家可以考慮下。Soundtoys 係專出特別效果嘅 plug-in， 例如 delay、reverb、distortion、saturation 等等。我最中意用嘅 delay 就係 Soundtoys 嘅 Echo Boy， 因為佢嘅聲好 pro， 模擬得好真實，唔會有假假地嘅感覺。喺每個 mix 用都非常之自然同埋暢順。另一個我經常用嘅 Soundtoys plug-in 就係 Decapitator， 佢係一個 saturation distortion plug-in， 即係會將你啲音色變暗咗啊、拆咗啊等等。如果你套鼓或者低音吉他太乾淨，可以加 Decapitator， 令樂器厚翻啲、拆啲，有翻啲特色。最後就係 Valhalla， 佢係一個專做 reverb 嘅牌子，亦都可能因為佢專做一樣嘢，所以令佢成為 reverb 界嘅頂流。
要注意佢係唔會減價㗎，每個 plugin 價值50蚊美金。如果真係想試下 Valhalla Vintage Verb 都夠你玩。呢個 Reverb 有齊唔同大細嘅空間，例如 Plate、Room、Chamber、Hall、Cathedral 等等。你亦都可以選擇唔同年代嘅音色，70年代就比較暗，有啲雜音；80年代都差唔多，不過呢就光啲。現代版就係最透明、最乾淨，冇音色，就咁俾個空間咁你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咗呢8個經常用到嘅 plugin 牌子，當然仲有好多牌子未能收錄喺呢條片度啦。但係如果你哋有用過一啲品牌，覺得好好用，想同大家分享嘅話，歡迎喺留言區寫低。之後我會揀啲 plugin 做詳盡介紹，會講下每個掣係咩嚟同埋點樣用，大家記得密切留意。下集見。